上要找迄个四灵鬼。见梦现身，毋是，迄个就是张书贵的囝婿何宗贤啊。乌白讲军师，这个人我看几落摆，这明明就是四灵鬼嘛。洪兄啊，我下山来，我叫伊来这个所在见驾。万错是，你毋免去，这是你看错人啊。后迄落代志，我哪会讲看唔着？我不管，来啊！赶紧落山骹。叫阿好，你等等。眼梦将强啊，泪淋漓，为国捐躯啊，归死啊！尸骨埋葬，伊用你叫沉船尾啊，不是用笔啊。兄啊，咱所带的牛草拢食完了呢。救兵搁再唔来，咱大家是要怎样？皇上，请莫忧虑，咱的救兵真紧就会来了。范兵又搁再杀上山来了。皇上，这就是咱的东军，你家看咧，山口有一位白袍将军啊。皇上啊，你看，迄个白袍将军就是皇上要找迄个四灵鬼。见梦现身，毋是，迄个就是张书贵的囝婿何宗贤啊。乌白讲军师，这个人我看几落摆，这明明就是四灵鬼嘛。皇上啊，我下山来，我叫伊来这个所在见驾。万错是，你毋免去，这是你看错人啊。后迄落代志，我哪会讲看唔着？我不管，来啊！赶紧落山骹。叫阿好，你等等。什么？这个白袍甲是应梦现身的，伊为什么唔来见驾？我哪来知啊？绝对无可能。如果真正是应梦现身的，伊救驾有功，为什么唔来见驾呢？啊，军师啊，唔是安尼啦，皇上啊，这就是张书贵吼，要夺人的功劳，也唔肯互人出面，这绝对是无唔对的啦。先让我张书贵见驾。传张书贵进见。好好，来上好，我看你这摆要安怎夺人的功劳。先叩见皇上，平身。谢皇上，张卿，现在这次救驾的白袍小将军是何人？是何宗贤？又搁是姓何的？
来，我问你咧，你伫咧山下是安怎又等着我？伊着元帅，因为我着急要杀入环境，所以我翻头就走啊。来，元帅，写过。咱一角搁拄好，哎，这么有鬼！元帅，我讲的话无唔对嘛。我干那互你气到死，为着王兄将此公记在公路簿。你搁甲记讲哦？记都甲你记啦。禀元帅，有一大队的人马一直向凤凰山来了。官兵又搁再来了。好，你讲你救驾的吼，即摆援兵过来，本帅命令你带兵准备应战。禀元帅，是听千岁在山脚候旨见驾。原来是听王兄传你见教。是。哎，杨书记啊，元帅，去顺你啊！是，去！小元帅，是遵命。叩见皇上，平心。拜见爹亲。哎，好诶，你也来？皇上，我甲宝林是阿娘来，听讲皇上恁伫咧凤凰山遮受一场的虚惊，听王兄，你险险就见袂着阵，你看，此位王兄为国顺治，实在也太不幸。皇上，咱也应该回转凤凰城。皇上啊，这个张士贵哦，鬼头鬼脑，伊敢暗砍皇上英王现身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来去赢来，甲抓证据。有伫元帅，我看你这也是加工的啊。唉，堂堂正正的元帅，人伫你的营内，到即句你还阁找无着啊？老兄，这无你的代志啦。无我的代志，我看吼，你即落也是去啉烧酒较好。老兄，我若是有办法找这个英王现身出来，你是要安怎？要安怎？你若找袂着，你是要安怎？无咱来赌一个讲，好，来赌啊！好，看你要赌啥，你做你讲。好，我凭我这条老命甲你赌。好，我这条老命也甲你赌。我安尼上好。用嘴讲无面准，皇上威正。上好。好，为着王兄，你真是想要去？宝林，在。你就甲你的父亲斗阵，定输你一个金酒牌。金酒牌？有伫元帅，你是嘛？敢还阁有啥物把握心？有咯，我一个办法真好，我煞袂晓假讲要来去靠守三军，了后才查点军事，我就一个一个对名谱叫人。